Hello，好耐冇見啊！大家呢排同大家介紹呢啲嘢，全部都係新嘢，你睇下呢啲風扇，續航時間超耐，同埋呢啲可以收納嘅風扇，等下逐樣同大家介紹。同埋咧，大家有冇聽到叮叮聲呢啲遊戲機？你睇下，功能好多噶，遊戲又多。等下逐樣同大家介紹。呢部咧真係超正，價錢又平。功能又超級多，等下單獨同大家介紹下。同埋呢隻新貨啊，好靚呢隻微電流嘅頭部多功能按摩，有紅外線同埋有熱敷，同埋有送埋呢啲俾你，真係超靚。等下逐咁同大家介紹下。Hello，大家好，好耐冇見，我係華。今日咧同大家介紹啲新嘅產品，咪譬如係遊戲機啊呢啲嗬。而家同大家講解下佢嘅遊戲功能係有啲乜嘢咧？呢度佢大概嘅話係有2萬個 game 吓，入邊嘅遊戲 game 數嘅話係2萬個，入邊有好多款嘅吓。呢度撳下，然之後嗬，佢咧遊戲點樣去，仲有個遊戲入邊仲可以自己揀、自己選擇，反正好多。同埋咧，佢可以做個 MP3啊，佢呢度後邊呢個按鍵可以撳一下，然之後可以導視頻，你可以插一個 SD 卡，側邊嘅話可以插一 SD 卡，然之後可以睇視頻啊、音樂啊、相冊啊、電子書呢啲係話方便細路仔用嘅多媒體嘅，之後就係呢邊可以上下。再上下呢度可以退出，然之後呢度係嗰個按 control 鍵，上下呢啲全都可以噶。然之後返回呢度，就後邊就可以撳。同埋咧，佢係 Type C 充電口噶，可以播嗰啲3.5嘅耳機，同埋可以OTG 呢度都可以用嘅。佢有好多隻顏色，俾大家睇下。顏色嘅話有好多隻顏色，可以到店過嚟選擇，好多隻色噶呢度。之後我哋嘅優惠價咧，我哋原價嘅話係220蚊，然之後如果訂閱我哋 channel 粉絲價，我哋可以打返8折，就係呢個價啦，220打8折。係，我係阿燕，好耐冇見啊！大家同大家介紹下呢隻新款微電流頭部多功能按摩。呢個咧佢同傳統式嗰啲按摩係有少少唔同噶。我拎隻傳統式嚟俾大家對比下。呢隻咧就係傳統式噶，傳統式咧佢呢個頭咧都可以搣出嚟，但係搣出嚟咧佢係冇似呢隻款，佢有個微電流。呢個微電流咧係似嗰啲咧係有少少嗰啲電咧，電擊我哋嗰啲皮膚啊肌肉咧，有時咧酸脹啊酸啦，你去用佢咧激活下，嗰個效果好好噶。佢呢度咧除咗佢有微電療之餘咧，我示範下俾大家睇，佢係有呢個紅外線。同埋咧，佢呢度係去按摩，嗰個按摩模式咧，你睇下，依家有另外一種變化，呢度都係有指示燈噶，你睇下，按摩手法係有少少唔同，再按多一下，你睇下又唔同啦，暫停啦。但係咧暫停之餘咧，佢呢度係有熱敷噶。如果你呢個咧就係按肩頸呢啲，如果你要按摩頭部咧，你就加呢啲上去就可以啦，就係去按摩我哋頭皮。我等下示範下俾大家睇。因為我要同大家講下咧，佢個微電療點用。微電療咧，你手上面咧，你手上啊或者肩膊咧，你去整啲水啊，或者咧嗰啲蘆薈膠咧，你擺喺呢度咧，佢激活下我哋肩頸啊。有時你肩頸太攰啊，或者咧酸脹咧，去打開呢個微電療。佢微電療咧呢度係有個 EMS 噶，你打開呢度，佢都係一樣有3個力度去自己選擇。激活下之後咧，如果你覺得激活唔夠用咧，你呢邊你有冇見到呢度？呢度咧係一個熱敷嘅功能。有時咧太痛咧，熱敷下都好舒服噶，特別係肩頸啊、手啊、腳啊呢啲都可以熱敷下噶，係咁樣。示範下個頭部按摩功能。頭部按摩功能咧，其實同呢隻傳統式嘅咧係差唔多，但係按摩起身咧就超級舒服，同埋呢啲全防水嘅，都係咁樣開關，你睇下。
睇下，但係佢呢隻咧紅外線係比傳統式呢隻之前舊款咧加強咗好多噶。頭部按摩就直接咁樣擺喺頭上面就可以按噶啦，力度咧都係有3個模式，你可以自己調，同埋咧呢隻就可以自己選擇個按摩手法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到時可以過我哋鋪頭試下，價錢超級優惠。同埋同大家介紹下呢隻續航時間超耐嘅續航超強風扇。佢呢隻咧係有自帶一個遙控器噶。如果有時你掛喺牆上面咧唔方便咧過嚟按呢個開關，你就可以用呢個遙控器，控制。佢直接用呢個遙控器控制，佢去遠距離控制呢個風扇。同埋咧呢個風扇咧佢功能都係比較多噶。睇下風力大細你去自己調。呢度去調1、2、3、4，同埋咧除咗調嗰個風力之餘咧，佢呢度咧去打開個夜光燈或者吹露營都唔錯噶。加埋呢度咧，呢個係去定時，如果你瞓覺咧唔想長時間吹住風扇，你去固定1粒鐘、2粒鐘、4粒鐘、8粒鐘，同埋呢隻咧去左右旋轉可以搖頭。我示範下俾大家睇下，佢可以調。同埋咧呢個角度都可以自己調，佢旋轉嘅時候咧，較嗰個角度咧，佢係冇影響噶，都係一樣可以用。充電咧就係咁樣，充電咧佢呢度就直接咁樣 Type-C 後充電，同埋側邊呢度有個 USB， 有時咧應急下充下嘢都可以噶，充下嗰啲家用電器或者手機都唔錯。呢隻咧，我哋係有2個色，一隻就係咁樣，綠色。呢隻綠色咧係最熱賣款，所以用飽我就拎呢隻綠色。橙色咧，佢係咁樣似遊戲機咁樣嘅橙色，佢就係邊圈呢度做橙色，總數係2隻色。我哋呢隻咧都係一樣有粉絲價嘅，價錢好優惠。我哋賣咧係賣85蚊，但係粉絲價咧我哋係有個85折。大家介紹下呢2隻款，佢呢2隻款類型差唔多，但係咧係一個圓形，一個四方形。呢個四方形尺寸比較大，圓形尺寸比較細啲啲。呢個都係可以搖頭嘅，同埋咧都係有遙控。一個細尺寸，一個大尺寸，注意個遙控係有大細嘅，同埋咧佢可以搖頭，佢係成個轉嘅。示範俾大家睇下，佢嘅風速嘅咧，佢有4個動位，同埋咧佢係成個搖嘅，成個搖頭，佢就唔會揈嚟揈去，同埋咧佢角度呢啲全部都可以調嘅，都好穩陣。收起身有細，咪可以定時有1個鐘、2個鐘、4個鐘、8粒鐘就係都可以，同埋收起身又好細，咁樣吹都可以噶，之後收翻落嚟都係好細，接埋咁樣。收起身就好細個，然之後佢拉高嘅話，大概嘅話係70公分度，佢高度都好高嘅。呢個嘅話粉絲優惠價訂我哋 channel 嘅話，我哋鋪頭賣嘅話係5蚊，如果粉絲訂 channel 嘅話，特惠價打85折。然之後佢呢個嘅話款式差唔多，佢嘅功能都係差唔多，只不過咧佢呢個嘅四方形尺寸大少少。呢個我哋鋪頭賣嘅話係180蚊，都係粉絲價嘅話係打85折，大細尺寸就係可以到店過嚟試咯。佢呢個高度就比較高啲咯，高度嘅話大概1米左右吓，當然可以到店過嚟。